的灵魂人物，采访进行前主动帮摄影师对白，大家可以好拍一点，大家工作顺利一点，快一点。小动作透露圆融性格。孔锵说，录影中最多只有半边侧脸的镜头，但他窝在角落的视野却很开阔。我希望大家的工作过程中，有出现我一个人存在，让他们觉得，还好今天还有遇到一些好笑的事情，好过的事情。重要是自我定位。最近他为电影配乐，18首创作不讲他人之手。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境界，能够做到什么地步，并不是观众里面，在电视里面看到会弹弹琴、搞搞笑的孔锵，也是我内心的一面啊。聚集实力等机会，2010年刘家昌7场演唱会指定要他伴奏的那一刻，梦想实现。因为他当天的特别来宾，他也搞不清楚是谁，那我就专门为他的特别来宾伴奏。那他们唱什么呢？因为他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大家就到台上见。极致的临场反应，背地里是扎扎实实的记谱练习，上万首歌谱，中台英日语都有。孔锵一首首手操，在黑白琴键上继续称王。上汤嘛改歌啊！想听什么歌，对不对？是像我们说上堂嘛改歌，独奏的，对哦我就弹一条杂茶歌好嘛，菜茶歌好。在演艺圈20年，孔锵老师的半边脸哲学其实让人印象深刻。这是他拆解演艺圈生态之后的自我定位，知道自己的优势，在机会来临的时候，终究会证明自己。上堂嘛给国诶，独奏的；上堂嘛给国诶，独奏的。